Hello， 大家好，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好開心又見到大家啦。近排西貢區嘅村屋成交咧非常之熾熱啦，尤其我之前推介過一啲咧，好多都走咗啦。特別啲嘅地方就係一啲嘅孖屋村屋嘅成交啊。咩叫孖屋咧？即係話兩間黐埋或者兩間打通咗啦。咁兩棟嘅村屋即係話佢建築面積係4200尺啦。近排嚟講咧，亦都有分別有幾間咧，都係啲投資者或者半用家去購入啦。分別就係祖和山莊嘅有一個咧係4200尺，連同咧大概4-5000尺嘅花園咧，以4000萬嘅成交。可以睇到咧，近排個村屋成交嚟講咧，都係非常之熾熱。好似我今次帶到大家咧嚟到我身後邊呢一個位於西貢竹陽路半山嘅管理式嘅村屋啦。大家都好熟悉啊。身後咧就係呢個松濤軒啦。前面就係分別有呢一個月桃軒同埋景隆軒，都係區裏邊咧知名嘅管理式嘅村屋噶。松濤軒咧最近有兩間啦，分別做咗1986萬同埋1990萬噶。另外月桃軒咧亦都有間單棟屋啦，成交咧係2150萬嘅。另一間咧就位於咧係喺企嶺下老圍，本身間屋4200尺啦，連同埋35000多尺嘅地咧，高達咧成交價係7400萬，以一個內地嘅買家購入噶。所以同樣啦，今次咧我同大家去推介咧有幾棟嘅村屋啦，去話俾大家聽，都係有啲特色啦。一間咧就位於喺松濤軒一間單棟屋，擁有3000尺嘅花園，有自己嘅私家泳池，屋就2100尺啦，而家叫價係2850萬嘅。而另一間咧位於喺月桃軒，一間咧就雙號屋啦，2100尺獨立屋嘅形式，有一個公家嘅泳池，自己嘅私家閘，而家叫價係2450萬。另外有兩間亦都介紹埋俾大家，一間咧就位於喺我哋嘅慶應石一個西貢半山嘅環境啦，亦都擁有成3000尺嘅花園噶，有一個嘅泳池，而家咧叫價調低咗業主2250萬嘅咋。最後一間咧就位於喺南山嘅，喺西貢菠蘿斜路上面嘅，一間咧就半山物業啦，年租約因為嗰個單位租咗出去啦，而家業主咧要價咧係1328萬年租約放售，個單位嚟講咧裝修係續新嘅，絕對唔錯。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奇峰專業嘅團隊。我哋喺區裏邊咧擁有超過35年嘅歷史噶啦，分別就係我哋嘅西沙路分行，即係鄰近高柏啦。另外咧就係呢一個西貢市中心分行，同埋我哋嘅清水灣澳龍分行。我哋嘅資深同事咧一定幫到大家揾到心頭所好，無論係啲超筍嘅單位啦，或者一啲比較罕有大花園、望海景或者有私家泳池嘅村屋啦，都可以咧一幫大家揾到心頭所好噶。好多謝大家收睇，記得俾個 like 同 share 我頻道啊，拜拜。買樓怕縱火，揾奇峰至輕鬆。奇峰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等你買得開心，住得安心。5天置業冷靜期，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全程免佣金，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4重空宅過濾系統，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100萬防假保障，謝絕虛假業主，如有發現，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100%真盤承諾，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 真盤，絕無虛假資訊。世紀21奇峰，讓置業變得幸福。